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今日要讨论到这 F-16V 哦，这个军售案，进一步要讨论到台美中三方的这个关系。中国咧，伫7月份公布新时代国防白皮书，对着台湾文攻武吓哦，军事这个世代这个状况是愈来愈济，继续对台湾来起无空哦。8月，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到 F-16V 新型战机对台湾的这个军售案，嘛正式提出了对这个国会提出的这个批准的这个部分哦。不过咧，这个中国外交部国台办气不不骂民进党哦，这个迷信瓦克啦。不过咧，咱看到美国。搁一摆吼，支持咱台湾啊，爱有维持自我能力哦。那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边咱邀请到3位来宾到店来对话，第一位是咱 F-16体育飞官姚志强。主持人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是第二位咱邀请到警大教授哦，这个董立文，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台湾智库执行委员罗宜中。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是哦，咱拢知影，这个8月中，咱才看到 F-16V 这个战机的模拟驾驶舱哦，上新款的 F-16V 上新研发的台湾嘛参与到其中哦，证明咱台湾的这航太产业有真大的进展。啊，这回看到美国政府批准到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案，这个朱强兄，你安怎看讲这回美国对台湾这个军售案 ？OK， 因为即马咱即马韩主席就拄着这个香港的抗议嘛吼，这个事件吼。过来就是讲，这个美国即摆总统啊，川普伊可能无咧惊吼，所以讲即摆吼，差不多是27年前吼，咱摕到这个 F-16这个 AV 型的这个飞机吼，甲即摆吼有遮济年的时间吼，才摕到遮先进的武器啦吼。啊，其实这个武器来讲吼，对台湾这个空优甲这个环境来讲吼，这个国力来讲吼是足大一个进步吼。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咱即摆共款是 F-16的这个飞机，但是伊的这个配备、伊的相关的这个武器甲这个航电的系统吼，拢大进步。甲以前吼，20多年前阮咧飞时吼，完全无共款。当然，迄时阮咧飞时嘛是，迄时的 F-16V、F-16号嘛是，迄时嘛是。当初是迄阵的这个小白机嘛足好的这飞机啦吼，但是经过遮一年的时间，这个武器甲这个航电的这系统吼，确实有较弱。咱其实咱的这个公布，每年的拢咧甲美国争取吼，买上好的飞机，甚至甲 F-35拢要甲争取吼。但即个呢是这个上好的消息啦。虽然讲大家看80亿美金的这个遮大的这个数量的这个军售案吼，但是这个飞机66只来吼，对台湾所有这空防的力量，甲这个武器吼，甲这个对岸的这个算讲这个小舰的这个策略吼，有足大的这个进步吼，嘛会使互咱这个算讲台湾的这个空优来讲吼，有这个至少吼，有真侪年的时间会使较稳定，嘛袂讲吼这个说阿强啊吼，定调这军机吼来遮世代吼，来遮抗议安尼吼，这个行为应该会减足少，对。所以咱看 F-16V 到底性能是偌尔好，咱来看一下咱的新闻报道。国非常起降，便是经济降落换油料甲武器，台湾空军战机将要升级真多 F-16战机。美国总统 Trump 18号清口讲，已经批准要买80亿美金的 F-16战机给台湾。伊肯定军售案会替美国带来真侪钱甲真侪工作机会。那希望这项军售案能够尽早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以利于提升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的空防战力，并且维护台海的和平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总统府表示，感谢美方对台湾国安的重视，而且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的6项保证甲承诺。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嘛发表了中英文的声明，表达感谢。伊讲，若担任总统，会继续强化台美国防安全的关系，先进和平捍卫者的角色。F-16V 互人讲是亚洲上强的中轻型战机。专家分析，不只符合未来战斗的需求，若这项雷达，佫会当同一个时阵做无同款的任务，佫会当配置新型的发动机，互起飞距离变低，而且大推力的引擎。会当在较侪武器运动性嘛较好，同时与多模式进行运作。而以往的机械扫描式雷达、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来讲，都不及这个最新的电子扫描雷达，获得全面强化，因此不管是攻击和防卫的能力，那都比现行的战机
要高一个级别。理论上来讲的话，在东部它可以发挥几个战术以及战略优势，它航程比以往的 F-16多了30%，必要的时候可以执行协助海军的护航任务，搭载的反舰飞弹。可以有效的反制中共所谓的远海长训的活动。学者嘛分析，美国选伫咧美中贸易战加香港反送中时间点，落实对台军售，显示美中伫咧政治外交关系脱钩。中国外交部是气噗噗，要求美方取消军售，若要效果家己承担，中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立即取消该项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中方将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这道军售案将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后正式发布。记者综合报道。F-16V 咧，航讲做是亚洲上强的中轻型的这个战机哦。专家嘛分析到未来因应这个战斗这个需求，那再着这个雷达，佫会当同时阵哦做无同款任务，咱就先来请教朱强兄吼。你来看讲，这回你较早嘛有讲过，这个 F-16你较早这个用的应该是 AB 型的啦吼。这阵呢，那提升到 CD 型的这个部分，也是 F-16V， 到底有啥物进展啊？吼，互大家国人较有信心一下呢？互大家比方一下，比如讲咱无良的车啊，甲免费车共款吼，基本上无共款吼。F-16这个 V 吼，伊个 V 的英语叫做 Viper，Viper 是一款的迄个响尾蛇，一款的这个做攻击性的这个蛇吼。所以讲伊是，算讲伊反应足灵、足紧的吼，足速格的吼。即摆呢，这个型机器是都是 F-16的 CD model，Block 70，这是足新型的飞机。什么型？第一点就是讲伊的马力足强的，吼，伊的这个发动机无共款。第二点就是讲伊的这个 APQ 哦，这个新型的这个雷达吼 ，APQ 83吼，这个上位这个阵列的这个雷达吼，伊的这个短时间会使这修正吼，而且掠到这个其他飞机的数量增加较侪。过来伊会使甲地面、甲海军吼、甲这个船啊吼，也是讲甲这个。地面的这个雷达的系统哦，会使连接做伙吼，互足侪资料，互伊伫飞机顶。过来就讲，伊会使这个推力足强。过来讲吼，伊若是配备这个，阮想讲，阮讲迄这适型的油箱吼，咱毋知台湾有买无吼。即摆就讲，伊这个油箱就是，比如讲塑胶螺啊共款吼，这个会使增加足侪这个油量，会使增加足侪这个算讲烧钱的这个距离啦吼。过来就讲，伊的武器的配备，吼，无像英早吼。因在咧空战的时阵，咱来用这雷达甲锁好势了后，拍了，有成功咱才走呢，就免。即马吼，即马这个飞行员会使，这个使这台飞机吼，飞机会使滴这个算讲这个安全帽啊吼，这个帽啊吼，帽啊顶面都足侪，会使随时你看到对，拍到对。会使足紧的反应吼，会使来连接伫你的电脑内底吼，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讲伊的武器的这个性能吼会愈较好。所以讲简单讲就讲，这个飞机伊毋免入去甲这个算讲战区吼，伊就会使完成这个作战，会使吸收足侪资料，短时间来锁足侪飞机，用足先进的这个响尾蛇的飞弹吼，来这个制服这个算讲这个其他的飞机啦吼。简单讲就是讲，这个飞机即摆若出来，恐惊吼会造成这个咱亚洲这个战力的这个势力的这个定的这个失败就对。定报告就对。是变成讲这个 F-16V 甲咱原本的 AB 型的飞机呢，会使讲伫亚洲所在吼是上强甲上出色的这个战斗部队。是，咱头拄嘛讲到用车来比较，咱看到咱有经历的地形度哦，其实嘛是咱空军司令部这个面册头顶哦。伊讲莫阁讲我老啊啦吼，所以我即马现主席，然后拄仔嘛这个嘛有讲到，就是甲车共款要升级啦吼。啊，这个 V 就是这个 Viper 这个意思，就是蛇意思啦吼。啊，咱有看到，其实头拄仔嘛志强哥嘛有讲到吼，伊的这个雷达，啊，有这个杀力，有航程，有这个攻防这个机身的部分，等等的拢是有较进步、较进展。所以头拄仔嘛有讲到。规个亚洲来讲，这个国防的这个实力，咱可能佫会排头前班的吼。啊，对着这个阿强啊也好，咱一定有这个实力。头先嘛讲到这个空优啦吼。啊，为什么买这个 F-16V 的新型的这个战机？其实咱来看到第一张图，咱有看到这个
阿强啊吼，定伫遮说台湾起无空啦，起无空，华语叫做啥？叫做挑衅的意思啦吼，就是讲伊即个。说台湾这个情形，咱有看到伊有6条线吼，有咧这北出啊、北返啊，佮有这个逐年啊，咱看104年4届，105年嘛是4届，但是106年哦，这个蔡英文总统伫尾啊遮吼，咱来看到34届，所以届届这个说台湾来起无空，咱就先请这个董老师啦吼。你咱看讲，因为咱买着这个 F16V 啊，对着台海这个稳定，也是讲咱的这个空优有啥物帮助咧？好，过去哦，大概70年来哦，每届喺美国啊，若卖武器哦，互阮台湾吼，喺中国吼，伊都是抗议啦、反对啦吼。啊，但是即届吼，因较有敢若较气噗噗的，因为讲差不多30年来啊吼，阮算讲台湾吼无买到迄新的迄飞机嘛吼。啊，这30年来吼，中国吼伊的迄飞弹、飞机、军舰吼，拢有足大的迄发展，吼啊，算讲对于咱台湾的迄国防安全吼，造成足大的压力啦吼。啊，即摆有即个 F16V 吼，拿过来吼，啊，算讲是即款的迄飞机吼，讲较简单啦吼，飞较较远，是拍较较远，看较较远，哦。啊，所以讲对算讲是对中国的未来的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会造成足侪问题，就是讲迄两方的算讲军力平衡要重新洗牌，拄我讲是对的啦吼。啊，所以讲有另外一项啦吼，就是讲美国卖这个武器予台湾今年2019年来已经有3摆啊，这算讲是历史上足罕你看见的顶一摆差不多2个月前是迄算讲是战车嘛，是迄算讲是地表上上用的 M1A2 坦克，佫较早是5日的。今年第一摆是5日的，算讲是一个武器的加技术的更新啦算讲是这3摆安尼加起来即马阮有算讲是地表上上强的战车，佫有可能应该是亚洲上强的算讲是中型的，算讲是即款的主战的F16V 啦空中的甲还地面上的武器拢算讲是大大的改善了台湾的国防啦，是改善咱的这个国防实力啦所以看起来迄中国伊若是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伊的迄计划啦拢要重新来下轨啊，是所以说算讲是这2项武器对中国来讲是足严重的代志啦。是，所以咱看到这个中国伫7月份公布这个新时代国防白皮书啦，伫7月24号。啊，你看这个川普伫8月中都有这个随因应啊所以咱来请这个罗委员来简单介绍这观众来听这个新时代国防白皮书是阿强对台湾一直是安尼文攻武吓，有人讲伊这是老剧本直直讲，但是即个 Trump 嘛对于这个台美这个关系法来个台美这个关系法40周年，其实咱看到讲台美关系是 ING 进行式啦。我想我先讲补充一下，就讲拄仔咧讲到迄个 F10啊，就 F16V 伊即个一个真特殊的所在就是讲唔敢讲，算讲伊飞较远，拳头虎较勇即个嘛当看较远，所以讲咱即马会当去拍了人就走毋免讲拍了咱一直喺伫遐都看到底有动着还是无动着即马是讲迄个，因为拄仔迄个姚志强伊有讲着就讲，伊有真侪，伊会当检测到真侪，当时真侪目标。实际上是即个伊即个雷达甲伊即个电脑内底佫有另外一个功能。实际上这是未来咱开始也是要生产咱家己的迄个 drone，就是讲咱家己迄个无人机
会当甲伊迄个连线会当较作用，就是讲到时一架飞机出去的时阵，伊边会当指挥几若架，算讲撞无人飞机，所以变成讲吼，这咱即马摕到毋单是 F-16V 一架飞机尔，反倒当咱透过这架飞机做一个新的这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会当同时阵指挥，佫有算讲差不多5架到8架。这款的这个其他的迄个装，所以讲这出来的时阵唔敢一架飞机尔，会讲有就算讲其他迄飞机嘛斗阵出来。啊，当然伊甲迄个空中甲咱台湾海军吼，啊甲地面迄个雷达，啊甲即个算讲其他的作战的即个系统，即个结连嘛是算讲过去较无看到。啊，唔敢 F-16V 尔，主要是讲咱即马吼，拄啊迄个廖志强嘛讲，之前咱所买的是迄 F-16AB 嘛吼。啊，伫迄2006年，迄当阵咱去美国想要甲美国买迄66只的即个 F-16CD， 结果迄个讲10档拢无落来嘛，吼。结果反倒咱即马毋是 F-16CD 啦，是一只变成讲 F-16V 是更较关键的战术。更较新型的。啊，毋干是讲咱即马买着这66只这 F-16V。连咱即摆现有所有144只这 F-16的这个 AB 吼，嘛即摆开始咧换装啦，咱换装要甲伊迄个提升性能提升到 F-16V， 所以讲到时阵咱台湾吼，变成讲差不多有210只的这个 F-16V， 所以讲这整体的这战力即摆来讲是非常提升非常的悬。是。啊，当然即摆讲迄个军售，算讲美国来迄个卖武器到台湾这件代志吼。实际上，咱会记差不多伫迄个7月，算讲7月初，哦7月9号，吼，这边资料是讲，迄当阵美国咧要卖迄个tank M1A2 的这个 tank， 吼，这个战车互台湾。啊，照讲啊，迄时阵有人讲有可能吼，这战车卖台湾，所以讲下一批这个武器要卖台湾，可能要年底啦，吼。啊，中间有人讲哦，因为7月吼，美国甲中国之间的这个算讲贸易战吼，因为迄个烟贸易战，因为这个经济咧谈判，所以讲迄个台湾吼，美国有可能惊讲迄个互阿公无欢喜，嘿，所以迄当阵是讲有可能这 F-16的这个 V 吼，有可能暂时无咧卖，嘿，结果真侪人拢咧开始紧张嘛，吼，尤其是到迄8月初迄当阵，照讲吼，一般的迄个伊过去的做法是讲，伫即个国会咧收回进前，会甲即个通知书吼送到国会，表示讲要卖台湾，吼。啊，结果伫7月底，国会要算讲要休困啊，结果拢即个批拢无送过去，所以真侪人嘛开始咧烦恼，即马开始讲，嘛无因为安尼嘛，所以讲进前有真侪的即个算讲怀疑啦，还是讲迄个心内的杜姑啦吼，也是安怎吼？感觉讲，可能即个美国因为甲中国之间的关系，会可能即个武器袂讲安尼就卖互台湾，结果反倒让即马证明完全拢是毋对的。是，所以表示讲美国甲台湾之间的即个防卫的关系吼，啊，甲美国要决定安怎要卖武器互台湾，毋是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受伊来决定，是完全根据美国甲台湾之间的防卫需要。是，台湾家己本身的国防的迄提升的迄个要求。对这个所在来咧做处理，啊，这个物件我是感觉讲，这个决定啊，甲这个决策吼，伊所代表意义是更较重要的。是。啊，除了这以外，就是讲，咱即马讲着讲这个台湾关系法，甲这个美国甲中国迄3个公布，就是主要拄啊，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伫咧讲嘛。咱即马讲迄个美国中迄3个公布，3个公布基本上吼，上济是条约啊，但实际上嘛毋是条约，但是讲美国甲中国行政部门因家己所讲的这个物件，也是讲条约，照讲美国国会爱通过嘛，吼爱认可嘛，对吧？爱确认嘛，嘛无。反倒当这个台湾关系法是讲美国国会变成法律，法律比这个条约的这个本身约束力更较强。所以讲，一个是公布国无伊的迄个赞助，国无到这条约。啊，另外是美国国的法律比条约更较强。所以讲，到底倒一个是较有路用，咱嘛当看到。所以这个国内化这问题，咱都来好好讨论啦。啊，伊头拄有定着讲哦，这个美国是这个 One China Policy 啦，就是一中的政策，啊，甲中国这个一中的这个原则哦，这个 One China Principle 其实无共。咱等下过来好好来分析一下。咱先过等下问这个。志强兄吼，就是咱看吼，这个 F-16V 啦，上重要就是这个战斗这个机联队啦吼，战斗机联队。
规个爱个拍起来，规组甲拍起来，安尼才是准绳。头拄啊，这个罗委员咱嘛有甲咱讲着吼，其实咱看到这个空军司令部这个面册，这个专业吼，伊嘛是够有整理哦。这个人力的资源甲这个战力的运用是安怎来进行吼？咱头拄嘛讲着新增的这个战斗机联队，啊，这个人员呢，这转换爱培训啊吼，啊，这个兵力爱有90%以上，这个人力的申请，还有补充计划等等的战力的这个部分呢，会当负担各种的任务。咱头拄嘛讲着，伊这个性能实在是真好啦。啊，快速的形成战力，啊，对咱的这个空优这个安全直接是有帮助的啦。啊嘛，捍卫着咱台海这个安全稳定。其实哦，咱讲着这个人力资源，其实有这个红灯计划嘛吼。其实国防部在空军家一直有设这个计划，就是要互这个 F-16V 还是这个 F-16规个这个战队啦吼，啊，较完成这个完备安尼。其实来讲吼，其实买新型的飞机吼，这伫国防部来讲吼是。足侪年的政策吼，逐年拢提出啦吼，啊，就是像拄啊教授讲，就讲，27年了后才卖咱的新的飞机吼。你看我算讲我伫算讲90几年时阵就开始咧飞即个飞机啊吼。算讲即摆咧，即个飞机若入来了呢，不但伫即个咱即个维修的配备吼，加即个机务的吼，加即个飞行员的即个训练吼。甲即个轮队即个增加吼，拢会照即个计划来行吼。是。当然会增加一寡即个人才啦。啊，当然大家知影讲，就是讲，咱差不多20多年前吼，就开始吼，咱有即个空军有一寡优秀的飞行员吼，拢继续送去美国做即个训练吼。啊，甲美国即个中队小派中队吼，拢即个作战中队吼，拢合作伙吼，算讲。起来就变成美国的飞行员对，来做这的这个训练吼，啊，所以讲这个人转来了呢，慢慢啊换吼，把这个美国这个新的这个是讲战法吼，拢带来台湾吼，来增强咱的战力吼。啊，他们讲就讲，以前我咧飞 F-16的时阵吼，就是起飞了，咱的这个距离有限制，这个雷达呢嘛是有限制。是。你要拍的这个目标嘛是有限制，吼，所以讲你爱甲一个抗战线、甲一个距离线，你才会使开始来修正，迄是早期的做法。啊，即摆这个16V呢是啥物款都无共款吼，上简单就讲，即摆起来了呢，其实这个飞机吼，基本上来讲吼，袂输 F-22还是 F-35。就是敢若差伫伊无到隐形尔吼，无即个功能，其他的即个反应甲速度甲即个武器拢足好的。为虾米讲呢？即摆起来了呢，不但是你即个飞机咧修正，地面的部队，甚至比如讲日本甲韩国的即个，比如讲美国的即个舰队，伊拢会使互你相关的即个资料伫飞顶参数拢互你，互你，哦，你会使当时吼，甲即摆拄啊委员讲，会使来拍足侪目标。过来就是讲，伊会使自动提供你足侪目标。你有时你无看你到到啊，伊个提供互你，互你做一个警告吼。所以讲安全性甲即个小派即功能性会关足侪。来对飞行员来讲呢，这是足轻松啊。第二点就讲，伊足侪用电脑的数字，吼，提供你做参考，吼。你当时你会使片面你去互飞弹拍落来，吼，会使足侪即个预防的即个功能性，吼。过来就讲伊的即个阵来甲伊的即个。作战的这个范围吼，增加足济吼，会使互这个飞机会使伫空中留足济足济时间咧修正，免惊讲无油吼。啊，这对咱这个空防来讲吼，这咱这国力来讲是大大的这个增加吼。会使讲咧，即马这个16V的这个飞机机队若成立了吼，他们讲就讲啊，中央飞机若是要过来吼，伊就会担哈，伊就惊吼，因为咱的武器甲咱这个配备，甲咱这个会使相拍，会使甲锁定啊，这个距离会增加足济吼。对于咱台湾来讲是足好的这个一个方式。是啊，对这个飞行员来讲呢，有啥物爱注意的所在无？有人讲这飞行机愈做愈好，愈灵敏，对着这个飞行员是毋是有这个人体极限的这部分？啊，当然这人体的这个极限哦，一般来讲差不多是咱这种高的这个。高的 G-force 吼，就是讲，比如讲你等下咧洗牙机迄个脱水槽内底吼，去洗迄个感觉吼。啊，当然，这个人的这个身体是无法度去超过这个极限吼，差不多嘛是这个抗战啦。但是咱讲就讲，这个武器甲这个算讲伊的这个飞机的性能好足济，而且电脑系统吼，甲伊这个雷达的功能性会好足济吼，来算讲来互这个飞行员更加较轻松吼。啊，当然。
感觉就是讲，这个飞行员爱学足侪物件，爱学足侪知识，啊，甲伫迄个模拟的这个设备吼，甲这地面吼，爱做足侪这个地面的准备工，这个工课吼，因为伫飞机顶你无可能足侪时间，互你去理解电脑，你可能一个电脑一个是啥物功能，两个钢管的锁是啥物功能，三个啥物功能吼，都爱足熟啊吼。过来就讲以后配备这个新的这安全帽哈，这帽仔内底吼，足侪这个参数吼，这参数都。袂做讲你以前爱看到对，吼来做手的这个动作，免，只要看到对吼，目睭做啥物动作吼，还是讲手甲目睭做伙同时做啥物动作，伊就拍到对安尼吼。对飞行员来讲的话，会使做足侪同时间会使更加做足侪项的物件，会使互你伫这个一个小拍的这个过程中，会使活较久咧吼，会使袂讲连日去互拍死安尼吼，这做侪功能性。是，所以咱继续来看啦。其实咱头拄嘛讲到，伫1992年27当来吼，头一摆佫卖互咱这武器，迄当阵是这个美国总统Bush啦吼，迄当阵是卖着这个 F-16的 Block 20啦吼，61个这个美金。2005年头拄啊，这个赖委员嘛讲到，是美国无要同意啦吼。2011年的时阵，佫要摕到这个升级啦吼，台湾是有负担着这个研发的这费用。其实对台湾来讲，这个蔡总统伊进前嘛讲过，就是台湾参与着这个 F-16V 的这个升级的这个部分，其实对着咱下摆吼，可能是毋是有这个国防的实力，可能嘛有这个红利的部分。董教授，迄美国迄川普总统吼起来了吼，算讲是阮台湾的政府吼，甲美国的政府吼，台湾甲美国的迄关系吼愈来愈好，表现伫军事吼，这个层面啦吼，你有看到，即马算讲是有军事的、军事的迄合作训练，吼，有迄卖武器，未来吼都会进步到算讲是吼合作研发，无就是讲算讲是合作训练，都安尼吼，我感觉是安尼啦吼，算讲是迄川普总统吼，伊算讲是改善吼台湾甲美国的迄关系，伊看的是整个规亚洲啦，过去5年来，算讲是伫个规亚洲吼，黄海啦吼、东海吼、大海啊，搁南海吼，迄军事对抗的迄情势愈来愈严重，这拢是中国吼。伊算讲是伊对外口的用武力来甲威胁吼，互威胁的迄国家包括日本吼、阮台湾吼南海遐个国家像越南啊迄菲律宾啊拢共款。今年5月时阵日本有宣布讲要卖105架的 F-35隐形战斗机，迄算嘛是讲上先进的战斗机啊吼，即摆我宣布讲要卖66架F-16和 V 和台湾吼，要看算讲是第一岛链，未来会讲封锁迄中共的伊的飞机嘛好，还军舰嘛好，要出来第一岛链。所以看是安尼是规亚洲的问题啦。所以咱继续来看吼，其实蔡总统上任了后，头拄啊，这个赖委员嘛提供到这个无共款的观点，就是台湾家己自主这个防卫这个部分啊。但是咱过来看讲，其实蔡总统上任了后，这个美国对台湾这个军售案是安怎有偌济钱，然后咱看到2017年6月开始，又甲这个2019年8月21开始，咱所经历的，这个有这个2017年6月有这个 MK48啦吼，重型鱼雷，还有这个2018年9月时阵有 F-16啦，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 F-16 Falcon 这个部分。2019年4月时阵，美国国务院批准着5亿美金对台军售案吼，提供伫台湾空军伫这个 Arizona 这个基地啦吼来培训。头拄这个朱强兄嘛有讲过，2019年7月9号就是 M1A2 甲这个8月中批准着这66架这个 F-16V 80亿美金，安尼按算起来是2000多台票啦吼，2000多亿的台票。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防卫需求也好，家己自我台美这之间，但是安尼对中国有影响无？有压力无？当然啦，是讲咱如果会当迄个
愈为着咱家己迄个防卫能力愈提升，对中国要对台湾威胁的能力就愈弱嘛。所以讲，遐中国，啥人讲是讲中国想要甲迄台湾要甲伊食落去。所以讲也是讲任何无法度互伊食落去，即款的即个方法，当然美国中国拢会感觉讲家己的即个压力也真大。是，我是讲吼，即个是迄个算讲美国卖武器互台湾吼，也是包括讲其他遮的即个发展，都有讲到一项，就是讲台湾应该是2012年、12年开始有参与着美国即个 Viper 的即个研发。是，什么？因为吼，全世界即马迄 F-16要换装吼，毋是干讲台湾尔，嘛有其他国家想要去换。是，啊换嘛可能爱提升到即个算讲甲 F-16V 吼，即个雷达，还是讲其他即个方面有关系的部分。所以讲变成咱台湾有参与者吼，咱所有当趁着钱，每一只到时阵换到甲台湾参与有关系即个换装，啊要提升的性能性能即个时阵吼，变成讲每一只所换的物件，咱会当摕到即个算，刚才讲权利金吼，拢有摕到。是，所以表示讲台湾即马吼，咱毋干那讲本身伫即个防卫顶头，咱的能力有提升，咱嘛伫遮来咧趁钱呢。所以讲华总统有啥物讲台湾吼，爱参与着美国国防的即个产业链吼，产业链。表示讲吼，因为美国伊即马即个整个国防，伊讲毋敢讲卖武器啊，是讲即个武器的即个研究尔，嘛包括讲即个武器本身嘛是敢做生意共款。啊，伊即个做生意变成讲嘛是真侪国家参与的一个生意，但是爱注意哦，就是讲你会当参与着美国即个武器的即个生意，会当变成伊生产的一部分，表示讲你即个国家必须是。应该是美国会当信任这个国家，是无法度信任国家，美国嘛无要互你入去。有影，这个川普嘛有讲到吼，台湾的负责任使用这批武器啦，信任这部分，其实得到这个美国政府真正有受到伊的肯定。咱来看到继续吼，这个美国批准着这批啦吼武器，互咱台湾。除了总统蔡英文有甲这个美国隧道社嘛指示着这个行政院要编好特别预算吼，送去国会来审。咱看这个新闻片段。美国国务院批准军售台湾总额超80亿美金，66架 F-16战机，表示美方要予台湾有够自我保卫能力的决心。总统蔡英文伫人民车面顶对美方表达感谢，嘛鼓励国军，这是新空军起飞的开始，做回来保卫台湾的领空。面对中国继续来甲咱压迫，蔡英文强调讲，台湾绝对袂来起无空。面对中国，台湾不挑衅，但是我们也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跟人民的权利。那么，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作为，并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今天中午，总统也请行政院苏院长就这项军购案，尽速完成特别预算的编列，来送交立法院。自从1992年台湾向美国买到 F-16AB 型战机以来，美方搁一届来卖予台湾新型的战机。学者分析，美方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唔但是对高科技硬体设备，嘛包括 F-16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等等的军事软实力的方面。这个军售案批准，嘛会当看得出来，美方甲对台军售甲美中关系做一个改善，要予台美的关系正常化。军售案它就是一个很重要指标了。目前美国它采取了整体的战略，贸易战、科技战，还有军事战略上面的制衡，很清楚了，就是要避免，就是中共它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那对周边的国家造成威胁。台海安全建设中心主任魏福兴又讲，这届军售阁包括有 GBU-54雷射导引联合特工大海的导引弹，会当互直直落来的铁壳炸弹变做精准的导引炸弹，提悬炸弹的准确度。面对美台军售案继续的进展，中国外交部阁一届表达坚硬的态度，讲会来制裁参加军售台湾的美国企业。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讲到这个 F-16V 哦，其实哦，咱台湾的空军的这实力其实是要有的啦吼。咱来看到咱所经历的这个空军基地啦吼，所有咱有这个幻象2000啊、经国号啦、F-16啦吼，其实咱的这个配置来看吼，咱伫这个新竹有这个幻象2000，有155架吼，啊，这个台中有这个金国号，啊，甲这个台南基地嘛。金国号129架啦吼，啊花莲的甲这个嘉义 F-16吼142架，啊咱这回台东这个台东的这个部分哦 F-51啦吼，这阵应该是教练机的成分较济啦吼，啊这届买这个 F-16V 吼，这个
差不多伫2023年美国讲的这个高机啦吼，啊2024年编成了后会正式来成军。咱搁来看到讲，咱台湾现主时的这个战机吼，有啥物这个优点甲这个缺点啦吼。咱来看到这个幻象2000吼，伫新竹这个部分啦吼，伊的这个优点就是讲伊的速度甲伊的拔管的这个能力啦吼，较好。咱看到1994年这个服役的这个部分哦，经国号是这个台美合作这个部分啊，咱拄则嘛有讲到 F-16V 有咱台湾参与到内底，啊，金国号咧嘛是迄当阵就开始有参与到合作这部分，啊，因为这个基地咱头拄嘛讲到伫台南、台中，啊，这个双发动机的这个设计是较安全的。咱讲看到 F-16啦吼，咱头拄嘛有讲到伊这个性能，咱过来请教到这个朱强兄，就是讲现主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战斗机升级啊，啊嘛有讲到这个国防自主这个部分，其实咱台湾这个空军啊吼，真正是袂输这个阿强啊呢。对，因为早期吼，足早的时代吼，咱的飞机无盖好吼，所以讲迄时阵呢，你的布局肯定对一个基地上重要。为什么？伊的速度反应较紧。第二点呢，伊毋是干那飞尔，伊爱想着讲伊烧战了几分钟，开始来倒来降落吼。所以讲，这个布局吼，甲以前的飞机啥物性能啊，会使飞偌远，啥物武器，有足重要的一个，算讲一个因素啦吼。啊，平常先讲就讲，即卖啦，这个新型飞机吼，我敢讲就讲，这个飞机 F-16V 这个飞机，即卖放伫对一个基地，基本上拢无介大的这个差别。为什么来讲呢？即卖这个飞机起飞了后，随时就会使甲地面的这个雷达，甲地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算讲这个咱的这个指挥中心吼，开始来对接。伊就会使互你足侪信号，过来讲这个飞机上重要，伊的雷达，伊会使去扫足远的所在，会使吸收到足侪资料。而且我讲哦，毋是敢若一只飞机咧烧战尔，佫有其他的飞机，过来慢慢啊，其他的飞机若升级了，起飞了，变成讲一个，算讲一个防护网哈。大家会使来，大家来使互相来卡吧，莫讲互扣，即个阿强飞机来拍对一个，算讲两空两白，无可能。第二点就讲，即个飞机伊会使互你足侪先进的信号，甲先进的即个警告的即个遮数字，该就无共款了。以前是阮咧飞时阵，爱足注意到咱的即个会使看到的所在，卡层尾啊吼，拢会亮亮，你知有使？假讲后壁有来吼，哎，随时看你的落点的所在，即方面，即摆就是你的雷达甲你的相关的遮个数字，甚至我讲的，若是伫美国、伫韩国啊，美国的即个军舰吼，航空母舰伫韩国也是伫美国，也伫日本，伊即摆呢，即摆知影你起飞了要烧战。伊会使提供你足侪数字，甲伊空中的即个阮讲的预警机吼，可能伫1000公里外，伊就会使互你足侪资料。比如讲，咱啊偌济即个飞机来的时阵，吼，你要来应付，要安来算讲来甲伊算讲甲牵照就对吼。伊拢会教你，过来就讲你毋免用脑筋，即电脑境的，电脑就互你足侪资料。所以讲简单讲，即摆烧战，你的飞机的性能若是好。哦，若是强，因为人的人体飞行员无法度占袂掉嘛。第二点，你的即个算讲你会使飞的距离有够远，所以你又会使载足济。哦，会使伫空中的时间较久。第三点呢，你的武器有够好，其实就差不多啊。哦，就是会使预防即个算讲地面的即个飞弹，也是讲空中的飞机的接近吼。基本上。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过来就讲，安尼时阵，咱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这个国力甲算讲，拄啊有员讲，咱即马吼算讲大陆要过来遮势力拢要过来看的时间，看风景的时间，就减足济啊！无济啊啦吼！唔敢，为什么？因这个飞弹足先进的，武器足先进的吼。伊嘛惊讲吼擦枪走火吼，时刻过来时阵吼，恐惊有危险吼。啊，伊过来就讲，这个机队若是布局好势时阵，咱台湾这个防护网会足坚强的吼，会使是讲是，比如讲咱国语讲的金钟罩铁布衫安尼吼，会使算讲会使挡足久的吼，啊会使算讲若是烧一个时阵，吼对咱的空防的力量甲抵抗的力量吼，会使大足济。是，但是咱继续来看讲，因为定定有人甲这个台湾这个 F-16V 啦吼，甲这个中国这个歼20，
来做比拼。咱来看讲咱所经历的这个涂骹的部分啦吼，这个作战的这个半径吼，差不多是咱 F-16V 是1800公里啦吼，啊，这个歼20是这个2000公里，啊，伊这主要这个武器是这个响尾蛇这个飞弹，啊，还有这个反辐射飞弹联合攻击这个炸弹吼，啊，这个歼20是这个霹雳10、霹雳15甲21啦吼，啊，这个性能部分咱头拄嘛拢有讲过，但是差伫这个有这个涂料逆装的这个部分啦吼，啊，过来看到这个 engine 吼，咱的是1粒，啊，因的是2粒，啊，这个上大这个起飞重量是这个2万公斤，是咱 F-16V， 啊，因歼20是4万公斤，啊，同款拢有这个 AESA 这个雷达啦吼，所以有人常常伫网络头顶讲吼，有人中国五毛啦吼，常常讲这个歼20啦吼，就是若是飞起来，咱 F-16V 就变伊的 target， 敢有安尼？讲较歹听吼，即摆的小战吼，第一点是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吼，甲这个小拍机啊咧比较俩吼。第一点就讲，拄啊写物件拢是重点，但是重点就讲，你即摆你的雷达的性能偌好，这第一点。雷达会使有偌济资源，比如讲我像讲地面的雷达站，互你的资源，哇是讲这个雷达有啥物款的功能，有啥物款的这个会使自动的功能，吼，这是重点。过来第二点就讲你的武器偌好，吼，武器，因为即摆咧小战吼，无咧像讲阮作早吼咧训练时，学生训练拢是2只吼，拢爱甲一个距离时倒手拍正手安尼吼，咧阮所以讲叫做独快吼，叫做空战吼，即摆无即只啊，即摆甲这抗战时，这机会足少吼。通常伫阮咧讲的4句话就解决吼，所以讲上主要就讲吼，其实讲较歹点，你会使隐形无隐形吼，这嘛是无介重要吼。重点就讲你的雷达偌好，你的资源性偌强，过来你的武器偌精准，吼，会使互你这个飞弹啊，这个炸弹拍出的时阵吼，会使拍到你的这个目标时吼，这个几率偌强。啊，坦白讲，即摆美军的这个武器吼，在这雷达性能是作战吼。空镜即个大陆即摆咱讲的歼20的相关的武器甲即个雷达吼，可能甲无像美国遮好吼，这就是咱的优势。咱的优势啦吼，啊头拄嘛讲到即个资源性，即个美国甲咱即个有直接的话，即个咱的武器一定有即个较好的即个性能。咱要继续来问啊吼，就是自即个2016年吼，美国国防即个授权法。对着这个美台军售正常化，咱已经看到这个 ING 进行式这个部分，甲打啦吼。今年是台美关这个长交40周年，但是嘛是中国甲美国建交40周年，咱无听到中国甲美国伫遐拍破啊，还是讲有这个庆祝的声音，颠倒是这个目击战啦吼。啊，其实甲台湾的这关系是哪来哪好，咱就要继续请教董教授，就是讲吼，咱安怎看讲美台军售正常化啊，对着这个可能即阵的目击战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反送中也好，其实这小连线这个影响拢阁有诶，咱安怎来看咧？好，拄啊，阮有看到一张图吼，迄就是迄中国的迄飞机吼，伫咧射台湾吼，迄张图吼，迄张图是啥物意思呢？以前吼，算讲是中国吼对台湾的迄威胁吼，是为迄西边过来，西边过来吼。啊，伊即摆会使射台湾的意思就是讲吼，伊会使为迄东边吼，甲台湾攻击就对啊吼。啊，所以呢，即摆迄阮的 F-16V 吼，即个战机吼，都克阮的东部嘛吼，都是讲是要防卫，算讲是全方位防卫阮台湾，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另外咧吼。过去5年吼，算讲是中国的伊的飞机嘛好，伊的军舰嘛好吼，伊出来迄第一岛链要出来迄太平洋吼，拢是为阮台湾头顶的迄个宫古海峡，啊无就是阮台湾下骹的迄个巴士海峡，为这两个海峡出来嘛吼。啊，我拄仔讲过吼，日本吼即马伊有个要吼百外只的迄个 F-35吼，算讲是宫古海峡加有日本吼第一个的。啊，阮的 F-16V 吼，算讲克阮台湾的东部吼，是过阮的迄巴士海峡。啊，无就国防远，就可以过到南海啊。所以讲，这是规个咧伫咧封锁伊的中国的伊的武力的迄个外扩啦吼。啊，即马讲公布即个F-16的V 的即个武器吼，要卖互台湾啦。即个时机吼，
算讲是就微妙的吼。一方面，阮拢知影吼，中美贸易战吼，即马吼新一轮的迄战争吼要拍起来，9月1号吼开始嘛吼。第二就是迄香港算讲是反送中运动吼，规个扩散甲全世界吼，美国以美国川普总统哦，伊几啊摆讲过哦，讲这个香港问题吼。你中国你爱和平的解决，要人道的解决啦吼。所以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吼，伊算讲四面八方吼，拢是伊的迄压力啦。所以看起来，我是感觉袂讲为这个美国卖这个武器和台湾吼。因中国吼有要讲新生事端啦，无就讲因中国以前讲的要制裁这个美国的企业哦，我看是袂啦，是袂哦，是袂啦。是，咱搁来请教到这个赖委员，咱头拄讲到美台军售正常化啦吼，就安尼看起来，美国咱头拄嘛讲到 ING 这个部分，但是这个中国是 keep 咱知影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搁定这个中国是用着这个817这个公报来甲咱回啦吼，甲美国回啦吼。咱来先看到讲，这个台湾关系法伫1979年正月初1啦吼。伊这个法律的这个位阶是伫咧因国内法的这个部分啦吼，对这个军售相关的这个条文是继续提供这个防卫性的这个武器给台湾，美国会抵抗任何用到这个武力还是使用到较高压的这个手段来危害到这个台湾人民的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这个行动啦吼，但是这中国徛的是啥物呢？因就是徛到这个817这个公报啦吼，类似这个 MOU 这个声明这个部分尔吼，但是对着这个台湾出售这个武器甲这个性能呢数量袂当吼，这个超过这个美中建交后几年这个供应水准，但是咱看到有与时俱进的是美国啦，中国一直无这个与时俱进。但是这个817公报，佫有一个重点就是中国这个内政，甲美国甲这个中国因所有这个咱头拄嘛讲到一种政策甲这个一种原则，因所徛的这个部分根本是无共款的，所以美国伊佫一摆伊讲这无违反到这个美国一种政策。但是这个中国讲的是这个一中原则，咱请赖委员。我想吼，中国迄个一中原则，美国完全拢无甲承认过嘛吼，所以讲这是中国家己咧讲的。当然美国伊即马咧讲伊所作所为吼，拢无咧违反一中的政策。即马应该来看，就是讲美国一中政策就是讲，甲台湾吼维持非正式的关系，就是也未建交啦。是。但是无建交以外吼，真侪代志拢会当做啊，也是讲。无建交吼，无建立迄正式的关系，什么代志拢会当做。刚刚参像即马会当安尼，我当然是讲会当迄台湾甲美国迄关系正常化，当然上好。但即马吼，咱一步一步来嘛，咱也是甲所有的即个限制拢甲伊抛掉，迄个当做真侪应该爱做的代志。我感即马即个发展嘛真好。是。即马讲着讲即个美国卖武器予台湾吼，咱拄仔看，拄仔迄表示讲。对2017年6月到即马，吼2019年的即个算讲8月，2档的时间，结果有5摆，这是过去真罕你看到。这是表示讲，实际上迄个创这个政府起来了，伊开始对台湾的即个军售吼，有一个新的做法。过去都每档一届，吼真侪物件拢难做伙，到时阵伫即个伫即阵到底是要宣布是无要宣布？结果，这中国就利用迄个时间，听讲你要宣布要对台湾可能卖武器啊，所以讲我就会用真侪政治压力，叫你莫做，是讲我可能做甚物款代志，互你无法度来处理。即摆美国做法完全无共款，是讲，台湾提出甚物款的即个要求，我就照这要求，我就随开始来处理嘛。处理到这时阵，我就甲宣布。所以讲变成迄个真侪物件，毋是。讲吼，咱的等一个时阵拢难做伙，才有法度来讨论。是讲咱什么时阵甲提出，伊就什么时阵来处理。刚刚参像讲，迄个马上办中心吼，咱提物件伊就随处理，处理了后就照这定数来行吼。所以讲到后来，刚是讲到底这个讲这批这个武器迄个本身吼，是毋是讲美国本身有这个？算讲会当卖即个材料，还是讲台湾遮的迄个算讲钱准备咧安怎，都完全商业行为啦。另外就是讲吼，即卖卖武器的即个部分吼，
对美国内政来讲，美国迄个总统 Trump 可能甲伊个民主党吼，有真侪所在，大家拢看了迄个无满意啦。吼，我讲歹鸟就讲，我看你艺术，你嘛看嘛袂，嘛无，感觉讲看嘛袂无。但即马讲台湾政策是讲美国毋敢讲是 Trump 即个政府，啊，甲共和党甲民主党上有即个共识的所在。嘿，所以讲着讲台湾，要迄个加强台湾的即个防卫的力量，真好啊！吼，咱就变啊甲吹过吼。啊，Trump 本身可能伊袂讲想真侪，算讲较战略性的物件，但是对伊来讲，台湾遮伊无甲美国甲台湾无签即个防卫条约。啊，美国阁无讲派伊的人来伫遮，啊，美国阁爱户籍，吼，来互因遮人伫即个台湾即个所在。反倒当是台湾主动要摕钱互美国，要买武器，哦，遮尔好这生意为什么无要做？对伊来讲，伊的看法是敢若但是安尼吼。所以讲，即个台湾即马对于美国即个内政来讲，反倒当是一个真少数。所以讲，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美国即个行政部门甲国会拢有共识。一个议题，所以讲我是讲迄个未来吼，所以讲无论讲卖武器，还是讲迄个对台湾关系迄个提升，应该是愈来愈增加。是，咱过来看着讲吼，这个澳洲智库有报告讲吼，那准讲美国甲这个中国来相战吼，中国的这个飞弹可能会伫这个几点钟内哦，就甲这个西太平洋这个美军拍甲密密麻麻，然后加上这个美方这个当咧靠这个亚洲的国家吼，安排这个中程的这个飞弹来压制这个中国。对这个台湾哦，有藏伫咧内底无？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片段。美国最近在加州洛杉矶外海发射一粒中程的巡弋飞弹，由于美国提出冷战时期甲俄罗斯签订的中程核飞弹条约无到3礼拜，就进行试射，引发联想。学者分析，美方试射除了是测试的必要过程，也要对中国来表态。中国大陆已经取代了俄罗斯，过去的苏联变成全世界第2大的强国嘛。基本就是说，中国大陆这方面的目前实力的确是比美国强一些了啊。所以美国当然肯定也必须要来做出一些回应的方式。美国、中国近年来在军事上一直相拼。根据澳洲萨里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报告指出，若是美国、中国爆发武装冲突，中国弹道飞弹可能在几啊点钟就互西太平洋的美军基地甲舰队拢无法度叮当。而美国则伫诱说亚洲盟国部署中程飞弹，甲中国来对抗。也包括日本、澳洲这国家拢无啥行动，是不是明确来拒绝？而台湾是不是也在部署名单中？专家分析机会真低。美国的中导系统部署台湾，等于是说美中2国全面翻脸，那进入了一个准战争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状态其实美中都不乐见哦，他们是始终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专家认为，美国、中国、台湾3方面未来永远会保持微妙关系。另外，也有分析，国内政局要接受美方部署飞弹，永远有困难度。因国烦恼习近平伤过集权，若是中国做出错误判断，态度伤强硬，美中军事对抗永远有机会继续上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卖这个武器给台湾了，但是台湾敢会藏伫咧这个美国这个战略这个内底吼？啊，咱先请教罗委员吼。我想要讲，就讲迄个澳洲的这个智库，伊这个研究，迄个人我熟悉啦，Ashley Townsend 啊，伊算讲是迄个 University 迄个 American Center 的这个主任。啊，当然因为这迄个算讲迄个2工前，我才甲主持这个开达格兰 Forum 吼，啊。前即个澳洲的即个国防部处长普迪，啊，伊就记者甲访问到这段时间，就讲即个报告是迄，所以讲甲中国即个实力碰轰甲，所以讲绝对毋是安尼啦。当然，迄个报告有一部分是要甲即个因澳洲安怎要处理美国退出即个咱讲 INF 吼，中程这个飞弹的即个协议本身的即个态度有关系。所以讲这毋是讲。中国飞弹对美国的迄个军事力量，还是讲对美国民国之间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迄个威胁？主要是讲要处理讲美国还是讲开始要迄个退出这个中程弹道这个协议了后，啊中国反应啊，甲美国的处理到底形成什么款的效果？啊对这个所在来开看，到底是安怎？咱继续请这个邓教授。我是感觉讲吼，亚洲的这份报告吼。证明美国吼退出迄个中程飞弹条约吼是对的，是哦。
美国嘅迄国防部长吼，伊嘛宣布啊，未来吼美国嘅迄中程飞弹吼，要部署加州啦吼。即马大家都在摇啊吼，要部署的都几个国家，哦内底哈嘛有台湾，嘛有日本，嘛有韩国啊吼。我是感觉这个问题吼，嘛是足趣味吼，未来吼。我想未来3年5年吼，这个算讲是中程飞弹这个问题吼，一定是吼未来哦台海哦，伫个算讲两方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以咱搁看讲倒来这个 F-16V 啦吼，都是这回咱买到这款这个武器，虽然开2000多亿啦吼，但是对咱的这个空防能力是更加提升。咱最后请这个朱强兄。简单讲就是讲吼，以飞行员的角度来看吼，这个飞机的性能较好，雷达较好吼，各位观众可能无想到一个问题吼，这个飞机的级数提升了呢，以后若是小战，唔是干台湾的小战尔，美国的军舰吼，航空母舰来，伊就会使接手，伊就会使甲你联合，伊就会使摕你飞顶的资料，甲互你资料，即摆日本嘛会使斗相共，韩国嘛会使斗相共，所以讲变成一个联合的一个小战的、一个作战的这个群就对吼，迄毋是讲一只飞机咧作战，所以讲这个武器若先进，雷达若好时阵，这个力量是足强大吼，这是足无法度去衡量吼，所以讲美国嘛是关，就是讲高招啦吼，来出这招吼，即摆互你